歌手謝安琪近年轉型獨立發展，大小事務都親力親為。早幾日喺社交平台宣布請咗一位特別助手，就係佢18歲嘅仔張占。謝安琪喺 IG 分享咗同張占喺港鐵車廂嘅合照，大讚阿仔工作表現出色，感謝其他同事嘅悉心教導。佢透露希望透過呢份工作，令到阿仔學習到積極嘅工作態度、待人接物嘅禮儀同埋團隊合作精神，為將來獨自出國留學打好基礎。謝安琪仲感性咁表示，希望借此機會同個仔多啲相處時間，創造溫馨嘅親子回憶。佢仲同阿仔打氣，加油啊，占占，媽咪都覺得你越做越好，雖然有時我都忍唔住發脾氣。謝安琪同阿仔頭靠頭合照，笑容甜美，兩母子好好感情。因為謝安琪保養得好，張相完全睇唔出已經48歲，網民都紛紛留言大讚，你仲係咁靚，真係自家姐多過媽咪，媽媽太年輕啦，睇落似女朋友，就眼睇以為係阿占嘅女朋友。